你點解會諗到用書法呢種方式去講好中國故事㗎？其實咧，點解我會做咗30幾場呢個書法展咧？其實應該好似唔知2018啊，應該係咁。習近平主席咧喺香港接見港澳同胞嘅時候咧，喺國內接見港澳同胞嘅時候咧，就對港澳同胞講，希望港澳同胞講好中國故事。應該係2018年咁嘅情況底下，我聽到我見到，咁我就想，我哋國家走到今日，能夠有一個中國人都能夠有咁嘅榮光，我哋國家我哋嘅領導咁辛苦，既然習近平主席提出呢一個我哋應該可以做嘅，咁我就思考，我有咩能力去講好中國故事呢？咁我用咩嚟表達呢？由於我細個自幼呢，我就好喜歡書法同埋呢個圖數公仔，咁因此我就覺得，咦，我可以嘗試寫一寫書法，用書法嚟到講好中國故事呢。嗱，個情由就係聽到習近平主席講，作為中國人，因此呢，我就由第一個講好中國故事係乜嘢呢？我國嘅朋友遍天下。當時呢，我就將全個世界裏邊呢190幾個國家地區裏邊，仲有22個地區國家同地區未同我哋建交，我將佢所有列晒出嚟，就從嗰陣時開始。所以一路我覺得好有意思，而且個30幾個書法展裏邊呢，每一個嗰個內容都唔一樣，嗰個佈局都唔一樣，即係話裝裱、佈局、內容等等，每一場都絕對不一樣，冇 double，冇重複，呢個係我嘅作風。